大家好啊，小朋友啊，動物園嚟咗一隻好可愛嘅肥獵豹啊。不過佢因為同一般嘅獵豹唔同，所以呢就唔受其他獵豹歡迎啦。於是佢好努力咁改變自己，一齊睇睇佢做咗啲乜嘢。57號小豹，作者郭靜婷，繪者傅興日。喺過去10幾期繪本班、暑期班同埋說話班當中，小寶老師留意到，多數小朋友喺接受有系統嘅訓練之前，表達能力都有幾個共通問題。雖然小朋友熱衷發言，但想講嘅內容太多，唔知道點樣組織成有條理嘅句子。講故事嘅時候，面對多張圖片，會東講下西講下咁，故事欠連貫性。應對情景解難，完之後好多時都會答要工人姐姐幫我，少有主動獨立解決問題。不過以上難題經過1對1有系統嘅訓練，都可以一一改善。36週聲小說話訓練之旅，共2個階段嘅課程，從講好句子到講好故事，從表達意見到解決生活難題，從建立因果框架到高階邏輯訓練等，以科學化同埋循序漸進嘅課程結構，為小朋友建立強健嘅表達能力根基，掌握終身受用嘅軟實力。無論面試、人際交往、面對大眾，都自信十足。快啲掃描旁邊嘅 QR code，同我哋嘅課程主任傾下。今日係57號小豹第一次同大家見面。大部分嘅獵豹都好中意展現勇猛嘅動作，但係57號小豹就唔一樣啦。其他獵豹發現57號小豹越嚟越唔似獵豹，於是大獵豹就警告佢啦。人類對每一種動物都有特定嘅想象，佢哋好中意獵豹睇起嚟好勇猛。如果你唔夠勇猛嘅話呢，就會俾佢哋做成衫褲、手袋同埋圍巾噶啦。其他獵豹重複動物園入邊嘅恐怖傳說，話隔籬嘅兔仔耳朵太短，所以人類將佢變成咗毛衫。對面嗰隻老虎就因為叫聲太細，所以就變成咗老虎手袋。57號小豹越聽越驚，好驚自己會變成豹紋圍巾啊！於是57號小豹就開始改變啦，佢努力令自己叫得兇猛啲，腳步輕盈啲，肌肉再結實啲。不過似乎唔係好成功喎。練咗咁耐都唔似獵豹，你索性匿埋啦。57號小豹覺得呢一個係個好主意喎，如果能夠挖個窿窿匿埋，咁咪唔會俾人類發現咯。於是佢趁住夜晚大家都瞓覺嘅時候，就開始挖地洞啦。一日又一日，57號小豹不停咁挖啊挖，挖啊挖，佢喺度諗，應該都夠啦啩。57號小豹一轉身，個頭竟然伸咗出地面喎。佢見到2個人類，驚到佢完全唔敢喐。有個中意動物嘅小男孩喺度望住佢喎。家姐，呢度有隻大花貓啊！男孩嘅姐姐話：佢好可愛啊，我哋帶佢返屋企咯。2個人好努力咁說服爸爸同媽媽俾佢哋養貓。57號小豹呢就喐都唔喐，佢好驚俾人發現自己係一隻唔似獵豹嘅豹。姐姐每日都同57號小豹講故事，2姊弟又每晚幫佢沖涼。57號小豹好中意同2姐弟一家人生活啊，不過佢就覺得貓嘅糧食好難食啦。於是佢就只能夠趁住大家白天唔喺屋企，靜靜雞咁溜返去動物園度大啖食肉。就係咁，白天佢就繼續做隻獵豹，
到夜晚呢，佢就假扮成花貓。57號小豹好享受目前嘅生活，直到有一日，佢聽到兩姐弟話要報名參加動物園嘅活動。佢心入邊諗：如果俾人發現我唔係貓咪，係獵豹，咁我會俾人哋捉返去咯。然後全世界就會知道我係一隻唔似獵豹嘅豹啦。57號小豹忍咗好多日都冇返動物園，就係驚俾姐弟發現。不過佢個肚仔實在餓到不得了啦，唯有冒險返去啦。佢一路匿喺個角落頭度，心入邊諗：唔該，唔好發現我唔似其他獵豹啊！我唔想變成圍巾啊！兩姐弟參觀動物園嘅時候，經過獵豹區，見到一隻有數字57斑紋嘅豹喎，佢哋一齊大聲叫：係我哋隻大花貓喎！哇，好得意啊！好想攞嚟當攬枕啊！肯定好貪吃啦佢。佢都唔似其他獵豹嘅，圓碌碌咁，好得意啊！大家不停咁影相。57號小豹驚到震晒。我哋養咗隻獵豹仔啊！噓，唔好俾爸爸媽媽知道啊！57號小豹果然變成咗衫褲、手袋同埋地氈，佢成為咗動物園禮品店嘅明星啊！大家都好中意佢。佢而家呢就繼續白天做獵豹，夜晚做大花貓啦。小朋友中唔中意呢個故事呢？歡迎俾個 like 我哋喎，記得訂閱頻道同埋開埋小鈴鐺，咁就唔會錯過最新嘅有聲書啦。57號小豹明白咗，原來同其他獵豹唔同都唔係問題嚟嘅喎，最緊要呢就係揾到自己嘅特色長處。喺改變自己之前，不如努力發掘自己嘅優點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大家都可以閃閃發光。好啦，故事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